你有冇試過，當你想做一啲嘢，想賺多啲錢，想突破現狀嘅時候，個腦入面總有個聲音彈出嚟，你都唔係呢啲材料，你冇條件，算啦，輪唔到你。呢一啲說話唔係事實，呢啲只係你舊有嘅諗法，可能係嚟自細個聽返嚟，可能嚟自失敗經驗，可能只係習慣咗唔敢諗大啲。今日我哋唔係要同呢把聲音打仗，而係直接換一個新嘅角度，一個話你知你值得，你可以，你有力嘅全新角度。揾一個舒服嘅地方坐好，條腰要挺直，但係放鬆，雙腳踏實地面。呢個姿勢代表你準備好接受。合埋眼，做幾次深長嘅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而家想象你嘅頭頂上面有一個金色嘅能量球，溫暖、明亮、充滿活力。每一次吸氣，呢一個金色嘅能量球就會釋放出光芒，由你嘅頭頂流入去，經過你嘅眉心、頸、膊頭，流入你嘅心口，你成個身體開始發光，流入你嘅腹部、背脊，流入你嘅雙手，令每隻手指都充滿力量，流入你嘅雙腳，由腳板底慢慢流出，同大地連結。感受一下自己個腳下邊，好似一啲樹根咁樣，同呢個大地深深咁連結起嚟。你成個人由內到外都被金色能量充滿。你而家感覺到嘅就係精神飽滿嘅狀態，同自己講：我而家精神飽滿，我準備好迎接豐盛。
想象下一個舊有嘅限制你嘅諗法，慢慢消失。你已經諗唔起到底係乜嘢去限制你，因為限制你嘅信念已經冇辦法再限制你。你係可以自己揀。我嘅價值大過我嘅條件，錢係能量，我可以學習吸引同管理佢。機會隨時出現，我要做嘅係準備好。我獨特嘅經歷就係我嘅本錢。將呢個新嘅信念吸收入去你嘅身體，你嘅潛意識，吸引力法則嘅秘密唔係諗，而係感受。你要先喺身體入面感受已經擁有嘅感覺，個宇宙先會回應你。而家想象你已經擁有你渴望嘅財富，唔需要諗實際嘅數字，只係感受嗰種狀態。你打開銀行戶口，見到有足夠嘅錢，嗰種安心嘅感覺。你見到屋企人因為你而生活得更好，嗰種滿足感。你可以隨時請朋友食飯，可以隨時去捐錢做善事。嗰種自由同慷慨嘅感覺，你唔使再擔心冇錢，嗰種放鬆感，將呢一份已經擁有嘅感覺吸收入身體每一個細胞，特別係你嘅心口同埋腹部，讓呢份豐盛嘅感覺喺你嘅身體度扎根，同自己講：我依家就感受到豐盛，唔係等有咗先感受到。我係一個吸引財富嘅人，金錢係能量，佢流向我係自然嘅。
而家我哋為你嘅行動力安裝一個加速器，想象下你面前有一條路，路上邊有好多機會，可能係一個合作嘅邀請，一個新嘅諗法，一個你一直想做但係唔敢做嘅方向，而你充滿精神，充滿信心，一步一步行過去。你見到自己攞起電話，打出嗰個猶豫咗好耐嘅電話，攞張紙出嚟，寫低嗰個諗咗好耐嘅計劃，約嗰個人出嚟，傾嗰單可能嘅生意。你嘅動作係快而準，你唔再猶豫，而係行動。每一次行動都會帶住你更加接近你渴望嘅結果。同自己講，我嘅行動力會配合我豐盛嘅意念，機會出現，我會即刻行動。賺錢係一個好玩嘅遊戲，我投入去玩。每一次呼吸都感受呢種你已經擁有嘅感覺，將你嘅手放喺心口，感受下手心嘅溫暖，同埋入面嘅豐盛感，同自己講，我突破所有限制，因為我本來就冇限制。我精神飽滿，充滿行動力。我值得擁有更豐盛嘅收入。我準備好接收。錢係能量，佢流向我係自然、輕鬆、愉快嘅。我由5數到1，帶你精神爽利咁返嚟。5、
記住金色嘅能量充滿全身嘅感覺。四，記得你嘅豐盛信念。三，記得已經擁有咗嘅身體記憶。二，喐動下手指腳趾，準備好行動。一，擘大雙眼，歡迎返嚟。